疾管署宣布，新冠疫情进入流行期啊，台南顶礼拜就增加64例确诊患者。先代医生也讲，这2礼拜呢有真侪人去挖到新冠肺炎，这阵疫情尚无爱2个月时间才会当降落来。也因为65岁以上时段有9成也未注疫苗，卫生局也是建议民众赶紧注 XBB 疫苗，挺好降低重症几率。 店内底人满，5月节年假结束，煞真侪人无爽快去看医生。最近新冠疫情佫开始滚价，新台病院医生讲，这2礼拜来看诊的患者，确实有真侪人去挖着病毒。这阵已经无强制挂喙罨，佮加上学生囡仔准备要休热，国内外旅游的人来去，恐惊会加速病毒传染的速度。台南顶礼拜就增加64例确诊患者。没办法吃东西，就生意还是像现在这样。 很烧心啊，觉得有比之前上一波确诊还要辛苦的感觉。国内上周新增328例 COVID-19 确诊病例，比前一周263例新增64例。疫情再度进入流行期，对于高危险族群存在威胁。目前台湾主流的新冠病毒是 JN.1， 不过美国当地新型的变异株 KP.2、KP.3等咧传。疾管署监视资料显示 ，JN.1有降低，但是是 KP.2参 KP.3比例大大提升。流行期估计要8、9月份才降会落来，注意风险会当提升咱人的保护力。不过医生指出，这阵有9成65岁以上的时段有完也未做。事实上嘛是会加，不过嘛是有固定时间去做。无想要做预防针，是因为进前是做5支，但是阮即马做的叫 XBB， 伊是新的病毒，较早咧做的迄预防针，其实对即马迄JN.1啊 XBB 这状况，其实伊的预防的效果无好，应该拢爱建议讲即马爱去做 XBB 这新的预防针。天气炎热寒，炎热病毒密度增加，卫生局呼吁高风险族群、甲抵抗力较无好的民众，若到人较侪所在，也是建议爱甲喙罨挂好势，降低感染风险。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。